力安 Security Limited 好高興同大家分享，我哋目前已經喺20個點使用已經整合咗智方便個人碼嘅訪客登記方案 SmartGo 嘅良好經驗。力安喺1983年成立，係新鴻基地產成員。去年我哋已經慶祝咗40週年，今年正式踏入第41個年頭。自從成立以嚟，力安一直致力提供優質嘅工程服務、軟件嘅開發，同時為我哋嘅客戶，包括我哋母公司康業服務有限公司，提供專業及一站式嘅解決方案。公司不斷優化現有嘅系統，包括開發手機巡邏系統、多功能門禁裝置、自助式訪客登記系統，以及各樣嘅大廈應用程式。我哋亦都積極將科技應用喺業界，概含 3D 數碼地圖、智能機械人、智能家居同埋物聯網等領域。訪客登記已經成為物業管理日常工作之中重要嘅一環，但係現有嘅訪客登記流程繁瑣，好多前線嘅同事而家仲係用緊人手抄寫訪客嘅資料，導致到有抄寫錯誤嘅可能。同時間，前線嘅同事亦難以去核實訪客資料嘅真實性，帶來安全嘅隱患同埋私隱嘅問題。當然，過長嘅訪客登記時間亦都會影響咗我哋對客戶服務嘅水平。隨住快遞同埋外賣服務需求嘅增加，前線嘅同事每日面對大量嘅訪客登記，而且市民對個人資料收集嘅重視程度亦都與日提升。管理公司亦都要投放更多嘅資源落去，以符合個人資料搜集嘅守則，同時間亦都要妥善儲存同埋保障收集咗嘅訪客資料。2024年喺數字政策辦公室智方便團隊、創新科技處以及智方便沙盒計劃嘅協調同協助之下，我哋將智方便個人碼嘅技術結合到我哋現有嘅訪客系統度，推出咗更高效、更安全、更快捷嘅訪客登記方案 SmartGo， 進一步推動行業嘅發展。採用智方便個人碼進行訪客登記，唔單止提升咗管理嘅效率，仲增強咗安全性。呢個系統簡化咗登記嘅流程，減少咗人為嘅錯誤，確保咗訪客資料嘅安全同埋真實性。透過智方便手機應用程式，訪客可以好輕鬆地生成智方便個人碼，經過系統嘅掃描，填寫翻相關必要嘅資料，咁就完成咗登記系統，大大地提升咗嗰個嘅登記嘅效率。喺應用中，屋苑為例，第一個星期已經有16% 嘅外賣員使用 SmartGo 登記，經過1個月嘅試行，比例上升到22%，直到而家已經有30% 嘅外賣員使用 SmartGo， 而且呢個增長率仲係喺度提升緊。智方便個人碼開放嘅方式，為我哋提供咗開發同埋推動嘅靈活性。智方便沙盒計劃提供嘅資訊，等我哋清楚了解智方便個人碼同我哋嘅系統整合嘅要求。我哋感謝數字辦同創新科技處對呢個嶄新嘅技術嘅支持，同時我哋都繼續會同政府合作，進一步擴大呢個技術嘅應用範圍，特別係門禁系統，希望實現無縫嘅門禁管理，使市民能夠通過智方便個人碼，單係用手機就可以輕鬆進出處所，亦提供更高效、更安全嘅解決方案。喺不斷變化嘅環境之中，我哋將會持續滿足市場同客戶嘅需求。我哋力安會繼續創新，並且與科技結合，希望能夠喺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嘅過程之中，貢獻我哋一番嘅力量。